金杯決賽以及大灣區挑戰杯嘅，咁我哋聽到咧混合組金杯決賽嘅賽事咧已經開始響咗安啦。我哋嘅參賽嘅隊伍，我報一報線道先，請稍等。第一線道係獨木龍，第二線道係大澳蝦艇體育會，第三線道恒麗發達龍，第四線道新西運雙龍，以及第五線道嘅我愛戀龍。我而家比賽緊嘅五支隊伍咧，都係經過咗3輪初賽之後，組成即係最前嘅5支隊伍嚟嘅。咁大家可以俾啲掌聲佢哋支持各隊今日爭取我哋今日嘅混合杯嘅金杯比賽啊！上啦，下艇！而家進行緊嘅呢3場比賽咧，係我哋今日嘅壓軸賽事，大家都可以去到岸邊欣賞我哋今年大澳龍舟精英賽嘅決賽。上啦，大澳蝦艇！稍為領先嘅應該係第3線道以及第2線道嘅隊伍，咁包括係第3線道係恒麗發達龍，第2線道嘅係大澳蝦艇體育會，緊隨其後嘅應該係第1以及第4線道嘅獨木龍同埋新西運雙龍，跟住我哋亦都見到咧。